你最近行過尖沙咀或者銅鑼灣，有冇發現嗰啲之前排長龍排到傻，喺內地紅透半邊天嘅酸菜魚或者過江龍食肆，好似一間接一間咁喺度消失緊？明明幾個月前先至大排長筵，敲鑼打鼓話要進軍香港，點知轉個頭就貼張租約期滿或者內部裝修出嚟，然後就銷聲匿跡。你可能會問，呢啲品牌喺內地咁成功，資金又厚，點解嚟到香港會輸得咁慘？更奇怪嘅係，啲業主明明見到個租客月蝕幾十萬甚至100萬，點解死都唔肯減租留客，寧願由得間鋪空喺度餵蚊？今日我就同大家拆解呢場酸菜魚大敗局背後嘅血虧黑幕，同埋揭開香港業主死都唔肯減租，怕被銀行 call loan 嘅生存真相。我哋先講下呢啲酸菜魚過江龍。你記唔記得2023年嗰陣，香港全面通關，當時好多內地餐飲巨頭覺得香港係一塊肥肉，又或者係想借香港做跳板去衝出國際。於是乎，由2023至2024年，你見到無數嘅酸菜魚、手打檸檬茶、麻辣火鍋品牌好似倒水咁湧入嚟。佢哋一嚟到，出手非常之闊綽，租嘅全部係核心區嘅一線地鋪。你試諗下，一個酸菜魚品牌喺內地可能賣緊幾十蚊人民幣一盤，嚟到香港，租金閒閒地都要60-70萬一個月。為咗回本，佢哋一盤魚要賣到200-300蚊。但係香港人係好精明嘅。2024年開始，大家最中意做嘅嘢係乜？係北上消費。啲人喺深圳食一盤一模一樣嘅魚，可能只係需要99蚊人民幣，仲要服務好啲，地方大啲。咁你話香港人點解仲要喺香港食你嗰間貴幾倍嘅過江龍？呢啲過江龍喺香港執笠嘅黑幕，首先就係水土不服。佢哋以為搬套內地嘅模式過嚟就得，點知香港嘅人工貴，食材運輸貴，最攞命嘅係裝修同埋牌照費。喺香港裝修一間2000尺嘅餐廳，閒閒地要幾百萬港幣。有啲品牌2023年底開張，裝修費使咗500-600萬，點知做咗半年，生意額連交租都唔夠，每個月淨係蝕人工同租金都成8萬。到咗2025年、2026年，呢啲品牌終於頂唔順，發現根本冇得做，唯有斷尾求生，割禾清走人。呢啲就係所謂嘅百萬月蝕黑幕。佢哋唔係唔想做，係發現每開門一日，銀行戶口就少幾皮嘢，嗰種血流不止嘅感覺真係好痛。但係呢度就有個好大嘅疑點，如果租客真係蝕得咁勁，點解業主唔肯減租？如果租金減一半，間鋪可能就唔使執，業主亦都有租收，咁唔係雙贏咩？如果你咁諗，你就太天真啦，你完全唔了解香港商業地產嘅遊戲規則。香港好多大業主，佢哋啲鋪位唔係全數現金買返嚟嘅，絕大多數都係向銀行做咗抵押貸款。呢度就牽涉到一個地產界最驚嘅詞語 call loan， 即係銀行要求你提前還款。你要明白，銀行借錢俾業主個準則係睇個鋪位嘅估值，而商業鋪位嘅估值最主要係根據你份租約嘅租金收入嚟計嘅。我舉個例子，等大家容易明啲。假設一個尖沙咀地鋪，2022年前租金係50萬一個月，銀行根據呢個租金估值呢間鋪值2億港幣，業主向銀行借咗50%，即係借咗1億。去到2024年、2025年市道唔好，個酸菜魚租客同業主講：大佬，我每個月是100萬啊，你減租到30萬啦，如果唔係我真係要執笠。如果業主真係心軟，減租到30萬，問題就嚟啦。當呢份新租約去到銀行度，銀行嘅估價師就會重新評估。原本50萬租值2億，而家30萬租，間鋪可能只係值1億2千萬。記住，業主原本借咗1億，如果間鋪而家值1億2千萬，按50%按揭計，銀行最多只能夠借6000萬俾你。咁中間嗰4000萬差額點算？銀行就會即刻打電話俾業主，喂，張生，你個鋪估值跌咗喎，你欠我嗰1億入面有4000萬係超額貸款，請你喺14日內填返呢個氹，如果唔係我就收鋪。
呢個就係業主最怕嘅 call loan。對於好多業主嚟講，每個月收少20萬租，佢哋可能仲頂得住，大不了食少幾餐鮑魚。但係如果要佢哋一次過攞幾千萬現金出嚟填俾銀行，佢哋真係會跳樓㗎。所以業主嘅策略係死撐，只要佢唔簽一份減租嘅新租約，只要佢份租約仲係寫住50萬，就算租客已經欠租或者走咗，佢都可以同銀行拗，話個市值仲喺度。一旦佢開咗個減租嘅先例，佢成個物業組合嘅估值就會好似骨牌咁倒下。呢個就係點解你會見到好多鋪位空置咗1年、2年，業主寧願由得佢丟空，掛個價出嚟話要租50萬，都唔肯平租俾人。佢哋係喺度同銀行博弈，亦都係喺度同時間賽跑。佢哋寄望緊有一日個市會好返，或者息口會跌。而家我哋講返酸菜魚大敗局，呢啲品牌其實好慘，佢哋成為咗呢場地產博弈入面嘅犧牲品。2023年佢哋入嚟嗰陣，以為自己係救世主，幫業主填補咗啲空位，點知入到嚟先發現，香港嘅消費力已經變咗質。2024年之後，香港人嘅消費習慣係星期1至5帶飯或者食2餸飯，星期6日就全家大細上去深圳食好嘢。呢種結構性嘅改變，令到嗰啲主打中價位賣200-300蚊一餐嘅過江龍最尷尬。你想食平？有2餸飯。你想食好？有米芝蓮。呢啲酸菜魚品牌卡喺中間，高不成低不就。加上香港嘅人手短缺問題非常嚴重，2025年左右，洗碗工嘅人工都叫到2萬幾蚊。一個酸菜魚鋪頭要維持質素就要請好多人，租金、人工、食材3座大山砸死咗呢啲過江龍。我見過有一間開喺旺角嘅酸菜魚，個老闆係內地落嚟嘅。佢2023年開張嗰陣好有信心，話要2年內開夠10間分店。結果呢？第一間分店做咗1年，每個月營業額得嗰80萬，但係租金加人工已經過咗100萬。佢同業主傾減租，業主睬佢都傻，仲話你唔租大把人租。結果到咗2024年中，呢個老闆輸咗成千萬，連埋按金都唔要，直接連夜搬走。呢啲故仔喺過去呢2年入面，喺中環、尖沙咀、旺角不斷重演。再講深層次啲，呢場大敗局亦都反映咗內地品牌對香港市場嘅誤判。佢哋以為品牌效應可以克服一切，但佢哋忘記咗香港係一個資訊極度透明嘅地方。當一個20-30歲嘅香港年輕人打開手機睇到小紅書或者大眾點評，見到同一間品牌喺深圳賣緊一半價錢，佢就會有一種被當成水魚嘅感覺。呢種心態係任何精美嘅裝修或者宣傳都彌補唔到嘅。到咗2026年嘅今日，我哋回頭望返呢場過江龍執笠潮，其實係一個好大嘅教訓。對於租客嚟講，盲目迷信核心地段，盲目擴張，最後只會血本無歸。而對於業主嚟講，守住個假估值唔肯面對現實，其實都係飲止渴。銀行方面，其實佢哋都知個市出咗事，但係銀行都要保護自己。如果佢哋大面積地對所有業主 call loan，香港嘅金融體系就會崩潰。所以而家大家係處於一個好微妙嘅平衡點，業主假裝租金無跌，銀行假裝估值無跌，租客就一間接一間咁走。有一啲聰明嘅業主，佢哋會搞一啲掩耳盜鈴嘅做法，例如租金名義上仲係50萬，但係佢會俾個租客半年甚至1年嘅免租期。咁樣喺合約度睇落去，租金好似無減，可以瞞過銀行嘅估值，但實際上平均落嚟個租金已經減咗好多。不過呢種招數唔係度度都行得通，特別係對於嗰啲資金鏈已經好繃緊嘅小業主。所以你問我呢場大敗局幾時完？我覺得未咁快，因為香港嘅零售地產市場仲經歷緊一個好痛苦嘅轉型期。以前靠遊客、靠高消費嘅時代已經過去咗。2026年、2027年，我哋會見到更多鋪位轉型，
可能由高級餐廳變成超市，或者係一啲更接地氣嘅服務業。呢啲酸菜魚品牌嘅老闆，而家好多都已經回流返內地，或者轉戰東南亞。佢哋留低嘅，除咗係一間間空置嘅鋪位，仲有嗰啲裝修得好靚但係無人幫襯嘅斷垣殘壁。而嗰啲死頂緊唔肯劈租嘅業主，佢哋每日求神拜佛，希望銀行唔好打電話嚟。呢場地產同餐飲嘅愛恨情仇，其實反映緊香港經濟最真實、最殘酷嘅一面。你行街見到嗰啲寫住大劈價或者最後今天嘅鋪頭，其實入面每一塊街磚都係錢，每一張台凳都係血汗。呢個世界無永遠嘅高位，亦都無永遠嘅低谷，但係喺呢個轉接期，邊個可以生存到最後，就要睇邊個嘅口袋夠深，同埋邊個夠膽面對現實啦。如果你係業主，你會選擇減租保命，定係死頂等運刀？如果你係創業者，你仲敢唔敢喺而家呢個環境下，用100萬月租去搏一個未知嘅未來？呢個問題留返俾大家去思考。講到尾，呢場酸菜魚大敗局，其實係一場關於勇氣同埋貪婪嘅博弈。有人以為香港係金礦，點知入到嚟發現係火坑；有人以為守住份合約就係守住財富，點知最後可能係守住一個炸彈。而家如果你去行一轉尖沙咀，你會發現啲鋪位雖然仲係嗰啲名，但係入面嘅人流已經唔同晒。以前係講普通話嘅遊客為主，而家可能係一啲本地人去揾平嘢食。呢個轉變係唔可以逆轉嘅。2026年嘅香港已經唔再係2018年或者2019年嗰個樣。嗰啲過江龍要喺香港生存，首先要學識嘅唔係點樣煮出一盤好魚，而係點樣喺香港呢個極高租金、極高人工、極低利潤嘅環境入面，揾到一個平衡點。如果你仲係想用內地嗰種燒錢換規模嘅做法，香港呢個市場分鐘會教你點樣做人。我識得一個喺中環開咗20幾年餐廳嘅老細，佢同我講過一句話，我覺得好有道理。佢話喺香港做生意唔係睇你揾到幾多錢，係睇你輸得起幾多錢。呢句說話送俾所有想嚟香港淘金嘅過江龍。而對於我哋呢啲普通消費者嚟講，呢場大敗局最直接嘅影響就係我哋多咗好多選擇，但係亦都少咗好多驚喜。因為當所有人都只係諗住點樣生存，就無人會敢去創新，無人會敢去試啲新嘅嘢。大家只會做一啲最穩陣、最保守嘅生意。呢個亦都係點解你見到條街道道都係賣緊差唔多嘢嘅原因。呢場月蝕百萬嘅戲碼，相信仲會上演一段時間，直到有一日業主終於肯面對現實，或者銀行終於肯放過大家，呢個死結先會有解開嘅一日。喺呢一日嚟到之前，我哋只能夠眼白白睇住一間間名店變地產鋪，一間間酸菜魚變咗做兩餸飯。呢個就係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內容。希望大家聽完之後，下次行街見到嗰啲空置鋪位，或者見到啲新開嘅過江龍，會有一番唔同嘅感受。你睇到嘅唔只係一間鋪頭，而係背後無數場金錢、權力同埋生存嘅博弈。其實我哋講咗咁耐酸菜魚，呢個只不過係一個縮影。同樣嘅故事，亦都發生喺手打檸檬茶身上，發生喺內地嘅高端超市身上，甚至發生喺一啲服裝品牌身上。2023年嗰陣，大家都好似打咗強心針咁，覺得香港會變返以前咁，甚至更旺。但係2024、2025呢2年嘅數據話俾我哋聽，消費力嘅流失係結構性嘅。當香港人喺週末寧願排2個鐘隊過關去食嘢，都唔肯喺屋企附近食飯，呢個已經唔係單純租金貴嘅問題，而係價值觀嘅問題。大家覺得喺香港消費唔值，呢種唔值嘅心態，先至係所有過江龍同業主最大嘅敵人。業主驚 call loan，所以唔敢減租，租客蝕到驚，所以要走人。呢個惡性循環，每日都喺香港呢個鋼鐵森林入面發生緊。如果你問我，呢個局有冇得解？有，但係會好痛。除非業主肯大面積地減租，令到商家有生存空間，令到物價降落嚟，
等香港重新有競爭力。但係咁樣做會令到好多人嘅身家縮水，會令到銀行體系受壓。呢個手術無人敢動刀，所以我哋見到嘅就係慢性失血。啲鋪頭一間間執，換一啲更低端、更短租嘅租客入去。你可能見到一啲賣散貨嘅、賣平價手機殼嘅，暫時填補咗啲位，但係呢啲都唔係長久之計。最後，我想同大家講，睇呢啲新聞或者聽呢啲分析，唔係要大家變得悲觀，相反，係要大家更清醒咁去睇呢個世界。投資好、創業好，甚至係打工都好，都要明白大環境嘅流向。2026年嘅風向已經變咗，以前嗰套玩法已經唔再適用。如果你身邊有朋友想喺呢個時候創業做餐飲，或者想買鋪收租，記得叫佢哋睇下呢段片，諗清楚嗰個 call loan 嘅風險，同埋諗清楚個北上消費嘅衝擊。呢個世界無窮途末路，只有唔肯轉彎嘅人。好啦，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雖然無小標題、無花巧嘅剪輯，但我相信呢啲內容係最真實、最貼地嘅。我哋唔講啲虛無嘅大道理，我哋淨係講錢、講生存、講呢個城市嘅真相。希望大家鍾意呢種風格。如果你覺得呢啲資訊對你有幫助，或者你有其他想知嘅黑幕，記得喺下面留言話我知。最後，記住喺呢個時代，保住個荷包，睇清個局勢，先至係最緊要嘅事。我哋下次再見。雖然大家睇到呢度可能已經覺得資訊量好大，但我仲想補充多一點，就係關於呢啲過江龍嘅員工。好多人以為呢啲大品牌執笠，老闆拍拍屁股走咗去就得，但其實最慘嘅係一班員工。2024年幾次大型連鎖餐飲執笠，都牽涉到欠薪同欠強積金。呢啲過江龍雖然名氣大，但喺香港往往係以獨立公司形式運作。一旦冇公司決定撤資，香港呢間公司申請清盤，員工係好難追返啲血汗錢。呢個亦都係大家喺呢啲品牌打工或者合作嗰陣，需要非常留心嘅地方。而家嘅香港正處於一個重新洗牌嘅階段。呢場酸菜魚大敗局只係一個開頭。未來幾年，我哋會見到更多我哋熟悉或者唔熟悉嘅品牌喺呢個殘酷嘅市場入面更替。但無論點變都好，香港人嘅韌性係唔會變嘅。只要大家肯面對現實，肯去改變，我深信呢個城市一定會揾到新嘅出路。好啦，真係要講再見啦。希望大家聽得入耳，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喺呢個紛亂嘅時代入面揾到自己嘅立足之地。大家保重，下次見。